科第49頁獨白形式主白。亡靈沐浴過橋已圓洲，萬慮千愁一不勾。暫退餘街方寸地，請回靈所享齋修。咁呢二首會帶領眾和呢。慈光接引天那尊啊，慈光接引天那尊啊，慈光接引天那尊。喺呢度呢，溫馨提示，如果淨係沐浴冇做到過橋呢，過橋呢兩個字嘅獨白就唔使讀出嚟啦。跟住呢，就係慈光接引呢，就趙師會帶領所有經生出去擺先靈牌位置，二手帶領眾和朝牌位站。眾靈守寺養樂任安讓人普濟往生房聞法上天堂左斗興香紫娟永翻牆，左斗興香紫娟永翻牆。某門堂上歷代祖先統領大小眾靈魂來輔導場中聽法聞經脫苦做超性，聽法聞經脫苦做超性。喺呢度呢，亦作出一個溫馨提示，有啲經書呢會印咗朝禮登仙界天尊大天尊，或者係朝禮清華會天尊大天尊。喺呢度作出一個溫馨解釋。喺呢度因為嗰個攝詔科仲有其他嘅經讚要做，而呢關於朝禮登仙界或者係呢個清華會呢，係唔需要去唱字嘅，因為仲有科儀要做。而喺身亡嘅亡魂呢，我哋就朝禮登仙界，期望佢能夠登仙界。如果係紅事百日嗰啲呢，就朝禮清華會天尊大天尊，因為就係佢哋喺天庭修道，日大一道並非有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。